个남신 벽의 심지 위아이리 군란 경기 문야관 희신虽然是无人真心行看见追求着幸福人生男性的纯真除着男性气概，失败搁再来，为情爱吞落目屎，勇敢才应该。就是讲有人迫害，不惊人阻碍，珍惜着两人的爱，才有将来。一个男性漂泊的心情，为爱你困难着认定，阮也愿牺牲。虽然是无人真心，不惊人看清，追求着幸福人生，男性的纯真。